Hello，大家好啊！你有冇試過問自己，我哋人生目的到底係咩嘢？點解我會經歷咁多困難？我同你講，呢一切都唔係偶然。根據巴夏嘅教導，我哋本來都係靈性存有，係我哋自願參與呢場叫做地球冒險嘅夢境遊戲，為嘅就係發現新事物，擴展自己。而呢一集，我哋會一齊深入探討靈魂嘅設定。點解我哋要投入呢個物質幻象？信念創造實相，人類嘅信念系統點樣好似一張藍圖咁，一步一步創造出你嘅情緒、思想、行為，甚至係你經歷到嘅所有人生體驗。生命挑戰嘅意義，生命入邊嘅掙扎同苦難係咩意思？死亡嘅真相，來世及死亡後嘅人生回顧過程係點解？最後，點解巴夏話 New Age 靈性工具係人生嘅許可證？你準備好重新認識你自己未呢？每一個探索靈性嘅人都會問：我嘅人生目的同人生使命係咩？而最核心嘅答案其實就係學習活出最真實嘅自己。我哋每個人都帶住一個選擇嚟到今生，呢個選擇往往圍繞住一個生命主題、一種目的或者一項挑戰，等我哋去轉化同超越。生命入邊遇到嘅困難同挑戰，好多時正正反映咗我哋作為靈性存有時特意選擇咗物質世界探索嘅課題。點樣先算係做真實嘅自己？就係指我哋內在有一個核心震動，呢個頻率嚟自源頭，代表住我哋同萬有以及一切萬有嘅連結，係我哋真正嘅本質。呢個內在本質嘅震動同我哋日常用嘅物質心智頻率並唔一樣，而靈性成長嘅過程就係學習將兩者調和一致。我哋本質上永遠都係靈性存有。根據巴夏嘅教導，我哋從來冇真正離開過靈性領域，只係分咗一部分嘅意識聚焦落呢個我哋稱為人生夢境體驗場或者幻象嘅物質實相之中。靈性先係我哋嘅自然狀態，我哋嘅根，我哋嘅家。只不過我哋透過信念系統創造出一個聚焦嘅物質心智，令到物質世界感覺上好真實、好實在。但正正就係透過呢個好似幻象嘅實相，我哋先有機會發現新事物，創造新體驗。喺純粹靈性狀態入邊，我哋係無限冇時間咁存有，一切答案本來已經知道。但為咗重新發現，為咗擴展同創造，我哋選擇暫時忘記自己係邊個，再從一個全新角度重新記起，再睇見一個新版本嘅自己。創造就係咁樣擴展，改變咗並唔係存有本身，而係我哋同存有之間嘅關係、體驗同觀點。每個靈魂嘅旅程都係獨一無二嘅，就好似鏡廳入邊無數面鏡，每一面都映照出唔同嘅自己，每一面都有獨立嘅意識同體驗。我哋每一個反射實際上都係自我覺知、有意識嘅。所有呢啲反射每一面都有獨立嘅意識同體驗，最終都會回歸到源頭，即係萬有一切、神、女神，或者你可以稱之為太一，佢終極存有。呢個過程就係源頭透過無限嘅多個視角去經驗自己，從而令創造持續擴展。即使存有本身嘅結構從來冇變過，我哋每一個都係獨特而自主嘅存有。同時，我哋亦都係萬有本身嘅一個片段，透過詮釋世界中嘅方式，喺呢個世界交換經驗同資訊。而我哋點樣創造出現實呢？就係透過建立信念系統。無論信念係建基於恐懼、正面定係中性，我哋都係用信念將物理現實變得實在，避免自己太快從呢場幻象遊戲中醒過嚟。呢個設定就係為咗讓我哋可以全心投入呢場叫做地球體驗嘅冒險遊戲。我哋嘅創造循環係咁樣運作嘅。首先，你嘅信念系統會直接觸發你嘅情緒，呢份情緒會逐漸形成固定嘅思想模式，思想模式會無形中引導你嘅行為，最後行為就創造出你每日所體驗到嘅現實。呢個就係創造循環。我哋透過信念產生情緒同思想，再引發行動，然後現實就會回歸翻相應嘅體驗俾我哋，等我哋可以親身經驗自己相信嘅真相。正正就係透過信念，我哋先可以探索、改變、轉化同發現嘅本質。所以喺靈魂旅程上，好重要嘅一步係允許自己去檢視物質心智中一直認定為真嘅嘢。如果想改變自己嘅感受、思維，甚至現實體驗，就必須翻到最根本，改變你嘅信念系統。要改變我哋嘅感受、思維
同信念方式，從而改變物質實相嘅體驗。關鍵在於徹底改變你嘅信念系統本身，因為信念就係一切經驗嘅藍圖。最後記住呢句關鍵嘅提醒：所有發生喺你身上嘅事，並唔係發生喺你身上，只係透過你而發生。所以你永遠係創造者，而唔係受害者。我哋作為靈性存有，選擇嘅用物質實相呢個工具嘅學習，只有當我哋暫時忘記自己係無限冇時間嘅存在，並為意識加上限制，先至能夠發現新事物。就好似以一張白紙嘅狀態去面對一切，所有體驗都係全新嘅發現，幫助我哋改變同成長，為靈魂增添資訊。你可以想象，靈魂好似未燒製嘅陶器，要透過物質世界嘅體驗之火，即係種種人生經歷同磨練，而被燒製成獨特嘅靈性作品，永遠代表住我哋響地球存在過嘅痕跡。當肉身生命結束，回歸靈性狀態時，呢份獨特嘅靈性會保存落嚟，裏面記載嘅所有體驗同資訊。靈性係我哋嘅自然狀態，可以有探索嘅無限可能。當一次人生旅程結束之後，我哋可以選擇再次轉世，或者去其他維度，亦可以留喺靈性領域以及冇時間狀態中繼續探索。無論喺邊種狀態中學習，即使同物質體驗好唔同，所有經歷都會為靈魂之旅增添色彩，豐富我哋嘅靈性追求，亦為更大嘅源頭或者存有提供更多體驗自己嘅方式。關鍵在於點樣善用物質實相，令自己成長。我哋要深入檢視自己相信嘅真相，先能夠以更正面、更有創造力嘅方式設計人生，活出充實同喜悅。地球上冇人注定要受苦，我哋所體驗到嘅掙扎、困難同苦難，其實係源自恐懼主導嘅信念同過時嘅自我定義，係我哋自己加諸身上嘅。有時經歷某啲負面體驗，其實係靈魂加速轉化嘅工具，將苦難轉成輕鬆，黑暗轉為光明，限制改成自由，負面轉為正面。冇任何經歷應該被批判為冇價值。我哋可以從任何事情中學習，明白呢一點就能夠解放自己。任何體驗，無論正面定負面，困難定容易，都可以成為靈魂成長嘅養分。只要用唔同嘅態度同定義去面對，我哋總可以從中受益，學習擴展意識。就好似經過烈火燒製，瓷器先會變得精緻。人生嘅試煉亦可以令我哋更加聚焦。但係點樣為他人創造更有益嘅現實？因為我哋嚟到地球，其中一個重要使命就係服務他人。只要我哋活出最充實嘅人生，追隨熱情，保持正面頻率，我哋本身就已經成為他人嘅活生生榜樣，俾其他人知道，原來我都可以為自己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所以靈魂旅程嘅一部分，我哋靈性本質嘅一部分，正正就係願意探索唔同現實，並以正面方式轉化佢哋，最終成為一個活出自己嘅榜樣。透過互動、回歸同關係，俾身邊嘅人知道你永遠有選擇。我哋並唔係注定要過住幾千年以嚟嗰種充斥住消極、苦難同掙扎嘅日子同生存方式。我哋唔係注定要掙扎，我哋係注定要去轉化。我哋嘅人生中注定會遇到挑戰，但係挑戰係為咗幫助我哋成長，而呢個過程並唔一定帶嚟痛苦或掙扎。從巴夏嘅觀點嘅痛苦其實係抗拒真實自己嘅結果，就好似電流經過有阻力，而電線會發熱，甚至燒住融化一樣。當我哋嘅內在意識抵抗住自己嘅核心頻率時，能量就冇法暢順流經我哋嘅神經系統同身體細胞。而其實呢股能量本來係可以支持我哋，為我哋注入活力，提升我哋嘅頻率，讓我哋體驗到生命更多美好嘅一面。要明白，從靈性嘅角度嚟，我哋係自己選擇咗呢啲人生同挑戰。物質實相只係一個暫時嘅體驗場，目的係為咗加深我哋對自己同萬有嘅理解。你可以睇睇，人生挑戰其實係我哋送俾自己嘅禮物，佢俾我哋能夠加速體驗所有生命形式，真正向前邁進，以正面方式推動進化。唔單止係個人嘅進化，亦係整個人類物種隨時間嘅演進。我哋存在嘅意義就係成為我哋所能成為嘅一切，體驗自己係一個更大存有、更大靈魂嘅延伸，真正將天堂帶到人間。俾大家再探索多啲關於來世嘅概念。其實來世呢個詞語有啲唔太準確，因為我哋本來就一直活喺靈性之中，
物質實相反而係靈性之後先會出現。所謂來世，其實係物質實相完結後回歸本質，清醒翻過嚟，記翻起自己真正係邊個。死亡嘅真正意義就好似穿過一道門，或者好似係物質世界瞓住咗，發咗一個好真實嘅夢，醒咗之後講啦，話無論個夢有幾真實，而家我先至真正清醒翻，呢個先係真正嘅我。來世或者靈性領域就係類似咁，物質世界只係我哋嘅意識營造出嚟嘅一場體驗，好似夢境一樣。死亡其實只係視野嘅擴展，超越咗為咗體驗物質世界而加上嘅限制。清醒去翻靈性嘅真實實相，我哋回歸自然本質嘅家。到時我哋會意識到，無論物質夢境有幾真實，作為靈性存有，呢個先至係真正啟我。而喺嗰個狀態之下，我哋就可以吸取所有曾經嘅體驗，從中學習、整合以及成長。事實上，好多有過瀕死經驗嘅人都曾經歷過人生回顧。呢個過程就好似將你係物質人生，即係呢場夢境入邊所有經歷，重新辨認同重溫一次，從而每件事中學習。由於已經冇咗時空分離嘅幻象同障礙，你會同所有曾經互動過嘅人連結一體，親身感受到萬物合一。你會從每個俾你影響過嘅人嘅角度，直接體驗到你對佢哋所做過嘅事，無論係好係壞，就好似而家正發生喺你自己身上一樣。呢個唔係審判，亦唔係懲罰，而係最直接嘅學習方式，俾你明白自己每一個選擇嘅影響同後果。所有你曾經發出嘅能量漣漪，都會係生命回顧中俾你翻轉頭去感受。靈魂吸收咗呢啲體驗之後，會好平靜咁反思，我本來可以選擇另一個決定，可以做呢樣或者嗰樣。冇悔恨，只有領悟，一切都成為靈魂成長嘅養分。係靈性世界，時間係即時嘅，一念之間就可以真實體驗，所以學習速度極快，靈魂可以急速成長，然後再自由選擇下一步想體驗啲咩嘢。根據好多瀕死經驗者所講，係來世會有靈性導師同已離世嘅家人協助你，陪你決定靈魂旅程係下一步。換句話講，你永遠擁有自由選擇嘅能力，而呢個正係你最大嘅力量。而家當我哋重生活係物質實相中，都有好多方法可以連結翻靈性同真我。有人學習清明夢，喺夢境中覺醒，意識到自己正創造緊現實。有人透過冥想，亦有人會被巴夏稱為許可證嘅工具吸引，例如數字學、占星學等。但要明白，呢啲工具並唔係用嚟控制我哋，而係反映我哋當下意識狀態嘅回歸。巴夏叫佢哋做許可證，因為我哋從小建立嘅信念系統會產生某種頻率，吸引我哋去用某啲特定嘅工具，而呢啲工具會幫我哋更容易連結高我，活出真我。所以任何你自然被吸引去用嘅技巧、物件或者資訊，其實都係你俾自己嘅一個許可，允許自己更真實咁存在。一切都係你自己創造中，係信念令你覺得用呢啲工具會更容易去連結。所以所有方法都同樣有效，同樣平等，佢哋都係一種許可證，等我哋可以更容易連結真我，接通靈性，提升自身頻率，從而記翻起自己真正係邊個。靈性旅程上嘅指引有時會透過共時性出現，例如某啲數字、符號或者情景不斷重複出現喺你眼前，呢啲好似路標一樣，提醒你係自己創造緊呢段旅程。即使係物質層面，你可能並未意識到，見到重複嘅數字或標記，反映你當下嘅震動狀態對齊嘅內在計劃，亦提醒你世界充滿奧妙，而你同更高嘅存有係互相連結嘅。共時性係心理學家榮格提出嘅概念，指一啲看似偶然但對你極有意義嘅同步事件。正係呢啲細微嘅提示，提醒你，你超越咗物質實相，有更高嘅存有一直與你共行。從巴夏嘅觀點，世上根本冇意外，一切都係精心編排嘅共時性。有時你係某個經歷中扮演嘅角色，對其他人嚟講意義重大，而你願意服務他人，正正就係你靈魂旅程重要嘅一部分。以上所有方法都係幫你記起，你正行緊一條路，而你本身就係呢條路。路上嘅每一步都代表你更接近真實自己。巴夏曾經分享過一個具體技巧，將所有靈性領悟濃縮成一個可以實際應用係物質生活嘅工具包。下一集就會深入講解呢個咁稱為公式嘅方法，一套令生活更透明、更輕鬆、更易導航嘅指引，真正成為你人生方向嘅指南針。
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俾個讚，分享俾你嘅朋友，同訂閱呢個頻道。如果大家賞面，可以透過 Super Thanks 俾我額外嘅支持。當然，大家嘅收睇與互動對我嚟講已經係最好嘅鼓勵。多謝大家嘅支持。